后来镜头锁定在台湾，来看国民党的经理委审智慧不满政府开放内地进口绝食抗议，已经超过70点钟。国民党的前主席朱立伦早起专干到立法院头前，加探视加油，嘛来呼吁着立法院调野各党团，赶紧来回应着审智慧的诉求，表决内地进口的行政命令。 气势看起来真歹，国民党经立委审智慧不满政府开放内地进口，伫咧立法院头前禁食抗议，嘛已经超过70点钟无食物件。朱立伦和周秀慧拢来给加油。再一次的呼吁朝野，不管今天的执政党，今天的各在野党，大家就面对沈智慧的要求，为我们所有的民众的食安负责任的投下一票。光立法院。 一个投票要不要通过莱猪的进口，都不敢用记名的表决，这个就代表心虚嘛。除了记名表决，那也未要求内地产品清楚表示莱克多巴胺。行政院长苏贞昌讲，安尼会有愈侪争议。请苏院长，请行政团队告诉我们，这个所谓的 WTO 哪一条规定？ 不可以食品标注它的添加物。如果是业者自主的，那在国际贸易上面并没有规范。但是如果你要政府去主导的话，这个事情政府就必须要考量。好，那这个不会，这个政府没办法用国际规范来骗人嘛。内地要进口啊，那立委立场无同，这场内地风波恐惊会阁继续断。